雷尔哥，童心，马童，童心，其实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你在这里，可我看到你和李二哥在聊天，我就没过来。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李二哥要去鲁国的太乙山求学，我陪他一块儿去。雷尔哥，带我一起去太乙山吧。只要跟着你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。童心，你就不要去了。时至今日，我更不能这么做了。当初我被迫与庭阳成亲，就已经对不起你了。如今再让你不明不白地跟着我，这样既对不起庭阳，也更对不起你啊。不，我不在乎。雷尔哥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可以照顾你，别无所求。童心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我只求你幸福。忘了我，忘了过去吧。马童，走，我们该上路了。哎，童心，你多保重啊。李二哥啊，这次真巧，没想到在商丘能遇到童心姐。是啊，也许这就是缘分吧。李二哥，为什么不带童心姐一起去呢？唉，我不能再让童心不明不白地跟着我，这样对她太不公平了。我看童心姐啊也够可怜的，离家这么多年。马童啊，我们还是快赶路吧。哎，舅舅、舅妈，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。我要回我娘家去了，你们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！孩子，路上慢点儿，注意安全。童心啊，路上不要多管闲事，回去后给舅舅捎个信儿来，啊！舅舅、舅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走了。夫人没事吧？让我来。
没事，你去淘米吧。这是给爷爷熬的药，我怕你掌握不了火候。太公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需要专人照顾。李老伯伯又要忙地里的活儿，也不知道李公子何时才能回来。是啊，李尔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娘，太爷爷的药熬好没有啊？快了。如此乱世，灾祸连年，强盗横行，百姓们何时才能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生存环境啊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啊，这，哎，李二哥，这怎么办？咱们赶紧走吧。好。抓他们！带路！马东，小心！别走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怎么随便抓？压下去！走走！快走！快走！爷爷。来。不要了，丁阳啊，爷爷老了，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怕是过不了多久了。爷爷，你不要胡说，你只是染上了风寒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很快就会好的啊，爷爷。平阳，平阳在吗？爷爷，我去看看是谁。去看看吧。平阳在吗？子清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师傅听说你爷爷病了，特意让我送点药过来，说吃了就好了。谢谢啊，你回去吧。将军，你看，现在那些陈国的官兵正在追捕咱们，可是，咱们带着这么一群老弱病残的，可是累赘呀。倒不如……你懂什么？这些百姓是我们的挡箭牌，是人质。官兵要是追上来，我们可以用这些百姓来要挟他们，和他们讲条件。将军。你说的这话很有道理，但是咱们现在这样也不是办法呀，总得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走，马上走！我记得前面有个废弃的军营，今天我们就在那里安身。走，走！好了好了，起来都起来！走，走了走了！哎，忙什么？快走！快点快点！走！快点！
快！让他们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谁走得慢，马上砍死！我等什么？快点！都快！谁走得慢了，砍死他！走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后面跟上！快点！跟上！快走！哎，没你什么事，一边去！老头子，给我起来！快点走！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哼，走不动了。好啊，你把他给我拖出去，砍了！住手！大爷，大爷，大伯，快起来！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放过我吧！这位老人家身体虚弱，实在不能再往前走了。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哼，我说你这人也挺有意思的，自己什么时候死还不知道呢，管人家闲事儿。你不是心疼他吗？行，你背着他走，慢了一步，我砍死你们一双。好，我背，我来背，没你什么事，给我滚一边去！你别管。大伯，我背您走。大伯，你要坚持住。年轻人，你救了我的命，让我下去，我能走。没事，大伯，我背着您走。快走！说你呢！走快点！快走！快点！哎呀，童心去他舅舅家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回来了吧？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该给他找个婆家了。唉，他那个性格你还不知道吗？自从李尔和廷阳成亲以后，他一走就这么多年。我看他是啊，还是忘不了李尔啊。现在家里也没什么活儿，我看你是不是去他舅舅家把孩子接回来呀？接回来干什么呀？接回来他更难受，还不如让他在他舅舅家待着呢。那也不能长期在他舅舅家待着呀。姑娘都这么大了，再不给她找婆家，那就把孩子耽误了。我说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他这一辈子呀，是不会再结婚了。哎，你这胡说什么呀？这，爹，啊，娘，我回来了。咱女儿回来了，女儿，娘，想死娘了。童心，童心，爹，刚才还和你爹念叨你呢。是啊，快，来，快点给爹看看。上屋歇歇，上屋歇歇。把东西都洗干净，动作快点。将军，咱们这几个军士都不会做饭呢，要不去那边找一个去。走。请。都给我蹲好了，谁都不许乱动。大将军有话要说。你们谁会做饭？我再问一遍，你们谁会做饭？谁会做饭，我就放了谁。做饭的，谁会饭的？我给他们做。我会做。你会做，做得好吗？你放心，我开过酒馆，一定包你满意。好，那你就给本将军做饭。走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都蹲好，不许乱动。谁要乱动，我杀了谁！将军，我憋不住了，叫你别乱动，你还出来是吧？干嘛打我？太没人性了！嗯，你敢骂我？你
给我打！还敢骂我！哎呀！饶命啊！别打了！再打就把人打死了。又是你！你怎么这么喜欢多管闲事啊？你不让我打是吧？我偏打！给我往死里打，狠狠打！住手！你们太恶了，这样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，与禽兽何异？你们就不怕遭到恶报吗？你还敢骂我？好，我今天就杀了你！不过，本将军剑下从来不杀无名之人，报上名来。用不着拿死来威胁人，我是李耳。李耳，老二，过来一趟。是。你等着，回来我再收拾你。哼！快把他扶起来。来，慢点。我的恩人，是你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我给你带了个好吃的，快吃啊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吴显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李耳。李耳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救我的恩人。将军，刚才那个李耳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看着眼熟。难道将军以前见过？这个李耳就是以前在曲人里破坏你大哥好事的那个人。我的好兄弟西门亮也是被他害死的。就是他。大哥，我现在就去把他宰了。哎，不急不急，这小子既然落在咱们手里，就不能便宜了他。我让他生不如死。哼哼，好，大哥，今天咱们就好好的折磨折磨他。李二哥，你别再说话了，那个死鱼已经杀红眼了。李二哥，你还有很多大事要做，这样死了不值得呀。来呀，把这几个人拿出来！来，出来！老贝，饿坏了吧？今天让你好好吃一顿人肉大餐。有的！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救出我的恩人。我要想办法。对，拖延时间。只有拖延时间，才有一丝希望。饭来了！哎，大爷，你先喝点酒，吃点肉，吃完再杀也不迟嘛！啊，你小子倒懂事啊！好，今天本将军要好好的过杀人瘾。李耳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没想到吧，你会落在我的手里。今天我要为我的西门兄弟报仇。放狗！大爷，你
喝点酒，天气冷。来，大爷，马头，天气冷。我今天如果命绝于此，那你要逃出去，去给我爷爷和家里捎个信儿。还有童心，李二哥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上天会保佑你的。小心我砍了你！住手！丽儿，你终于忍不住了，怎么，先死得太慢？信不信爷爷现在就宰了你？你不是要喂狗吗？让它来咬我吧。看不出来呀，还真有不怕死的。好，爷爷现在就成全了你。来，宝贝，开荤了。李二哥，快跑啊！孽畜，尔敢！将军，这小子有点邪性，怎么办？李二，你行，你厉害，你等着，本将军今天非得打服了你。好了，弟兄们都累了一天了，来，跟我喝酒吃肉去。大家一块儿喝酒吃肉，走！二哥，快把他扶起来！慢点，快起来！来，弟兄们都饿坏了吧？多喝点酒，吃点肉，来，喝酒吃肉！真是强盗！李二哥，好悬呐！哎，那些恶犬为什么不敢咬你呢？马头啊，自古以来邪不胜正，只要我们保持一身正气，何惧那些恶人恶犬？李二哥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坐在这里等死吧？我一直以来都想以向善之心点化这些恶人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他们是无药可救了。我一定要想一个万全之策，把这些老百姓救出去。是啊，怎么办呢？这。酒来了！哎，酒怎么上这么慢呢？来，吃肉，给你让上，吃啊！吃啊！将军，酒来了，给你满上。哎，多喝点。好，一边去，别妨碍我喝酒。多喝，你们喝的不多，不喝酒。对，喝。快了，来，吃肉，吃。你们快点走吧，他们喝醉了啊！来，走吧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恩人，你不记得我了？你是？我是吴显啊。吴显，就是你小时候救的那个小乞丐啊。你是那个叫吴显的小乞丐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来不及多说了，快带乡亲们走吧！好，马头，快！乡亲们，快走！走吧！吴显，跟我们一起走。走吧！哎，不用管我，我来拖住他们，你们快走！这样太危险了！哎呀，快带人走，快呀！走吧，李二哥，快带乡亲们走啊！走吧，不用管我，快走！吴显，那你，走吧，走。咱们往那边走。李二哥，这马车也没了，咱们怎么办呀？马车没了，
我们就走着去太乙山。哦。哎，对了，李二哥，咱们的包袱还在洛平镇那个客栈呢。那天强盗来的时候啊，咱们走的仓促，忘了拿了。要不，咱们回去看一看，还在不在？也不知道吴显怎么样了。李二哥，就像你说的，善恶自有天报。我相信啊，吴显大哥肯定会没事的。但愿他能平安吧。走，哎。哎，二位客官，你们可回来了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一言难尽啊！哎，我们的包袱还在房间吗？在，都在房间里呢。快请。哎，有劳了。快请。李二哥，太好了，什么也没少。李二哥，咱们去太乙山还有那么远的路，不如我们买辆马车吧。好，马童，你看着办吧。哎，李二哥，那你在这等着，我出去看看哪里有卖马车的。好，你去吧。哎。爷爷，您醒醒啊！爷爷，庭阳啊，你爷爷的病怎么样了？去请郎中了吧？香梅已经去请了。郎中来了。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太好啊，脉象很弱，尽快准备后事吧。爷爷，李成啊，李二哥，咱们是吉人自有天相，你看马儿又回来了。看把你高兴的。这次咱们能逃出来，多亏吴显相救。那个吴显说你小时候救过他的命，是他的恩人。看来啊，人还是要多做善事。要不是李二哥小时的一念之善，肯定不会有今日的吴显舍命相救。李二哥，以后我也要多做善事。马童啊，你要记住，行善之人，善源于自然，欲求回报的善，非真善。李二哥，我明白了。李二哥，鲁国的徐府到了。好，咱们今晚就住在徐府吧。哎，都说鲁国是礼仪之邦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。李二哥，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沿着街道走走吧，到前面看看有没有客栈。哎。
你快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这是谁的破车？敢挡着司徒的车？你们吃罪得起吗？去！嘿，明明是你们的马车挡住我们的马车，你怎么还这般无礼？哎，你这外乡人，你没长眼睛啊！休得无礼！快把鞭子放下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们的马车挡住了道路，万望恕罪。这位小公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们道路不熟，挡住了你们的路。你太客气了，快把马车拉到路旁，让这位公子先行。多谢小公子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公元前536年初春，影响中国历史长达2500年之久的两位伟大的圣人，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，一个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在鲁国的曲阜不期而遇了。刚才那个小公子啊，真是有礼貌。刚才那个车夫啊，像恶鬼一样，真不懂礼数。这地方哪是什么礼仪之邦啊？哎，不能胡说，我看还是尊礼者居多。哦。吁。马童啊，今天我们就住这家客栈吧。哎。司徒府。李二哥，咱们进去吧。好。李二哥，说也怪了，今天那个车夫啊，那么没礼貌，而那个小公子啊，又那么有礼貌。他们同是司徒府的人，哎呀，我真想不明白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好，人性相同，而人欲不同罢了。人性相同，人欲不同，哈。李二哥，我还是想不明白，哎，你给我说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每个人的本性都是相同的，但是每个人的生存环境和受学程度不同，这样就产生了差异。这些差异是后天因素所影响的，所以就有了无礼的马夫和有礼的小公子。你明白了吗？啊，李二哥，我明白了，你的知识真多。李二哥，外面好像出什么事了，我出去看看。别去了，我们出门在外，一切还是小心一些。哎，没事儿，李二哥，你不是也说鲁国是礼仪之邦吗？我出去看看，没事的。嗯，那好吧，一切小心，速去速回。哎，放心吧，李二哥。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可不是嘛！你看，前天还见人呢。哎，可不是嘛！昨天还没事呢，今天就死了。老人家，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谁死了？
你是外乡人吧？你有所不知，司徒夫人昨晚病故，明日就要出殡了。这不，刚从城南请来我们曲府的孔丘，安排明天葬礼的事儿。孔丘，老人家，这孔丘是谁啊？怎么，你连孔丘都不知道？这个人，别看年纪刚10几岁，很有学识。他8岁时，鲁军亲自召见，对他讲的礼法大为赞赏。我们曲府，凡是有礼仪方面的大事儿，以及红白喜事，都找他来办。真的假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只有10几岁的孩子就能安排葬礼？嘿，我看你们鲁国啊，真是没人了。真小看我们鲁国呀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，都回去吧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走，哎，走吧，走，回去吧啊。回来了，马头啊，李二哥，你说让一个10几岁的孩子主持葬礼，这可能吗？哦，鲁国是人才聚集之地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有人吗？李管事，李管事在吗？哎呀，是刘总管啊，请问您有什么吩咐？李管事，明天司徒夫人要举行葬礼，按规矩，主葬人今晚不能住在府内，你要安排一个最好的房间，让主葬人住下。好，这事我来安排。请问刘总管，哪位是主葬人呢？就是这位先生了。有劳李管事了。他是主葬人？怎么，你不认识？他就是孔丘啊。听说过，可是就是没见过呀。今日见，真是3生有幸啊！你客气了。李管事，赶快安排房间吧。好，就安排北边的上房吧。左儿乖，赶快睡吧。我不睡，我要等我娘回来一块儿。你娘今晚不回来了，咱俩一块儿睡好不好？不，我不和你睡，我要等我娘回来一块儿睡。乖了，睡吧。哎，马头啊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休息啊？啊，李二哥，我去给马喂料。夜深了，早点休息。哎，这一路劳顿，你也要注意身体啊。哎，放心吧，李二哥，没事儿。您早些休息。那你去吧。哎。是你。刚刚路上马车冲撞，多有失礼。不要紧，你小小年纪，却如此懂得礼数，实在难得啊。礼仪乃为人之本，行事之准则。人若无礼，怎能立于天地之间？你年纪虽小，却出言不凡。请问，你是哪里人？我乃本地人士，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。请问先生，你是哪里人？尊姓大名啊？孔丘。我是陈国苦县栗乡曲人里的李耳。